上新的画面要来欣赏南投埔里一个陈先生为18号起小连续3天早起时5、6点翕到分布，其中一届是伫行路，赶紧来看现场上新的画面。这是分布为山顶流落去山谷，因为看板五花十色，分布看起来更加清楚。山一塔一塔变做2层的分布，做伙伫咧楼顶动。我行路半空中也阁有大蒙大雾，看起来哪亲像人间仙境。 另外，上新的现场赶紧来关心台北市长郭文德，伊这礼拜隆重请假3天来到外县市来伫咧行透透。今日早起时，伊坐飞轮机来到台东，要来体验到满地工课，咱做伙来看卖。老板来这边，对吧？在后面这边。等一下。 声音可以哈。你们是怎么来的？好，可以来，好 ，OK 才开始哦。好，可以呗。都可以吗？画面可以哈。市长刚刚在那个演讲的时候啊，你跟回答学生问题的时候，你说到现在只有郭台铭的选举的那个动机比较正常一点，还是正当一点，是为什么？没有，其实。 我这要花时间解释，是吧？你可以简而言之吗？不，理论上哦，选连任的不应当遇到太多的挑战，这第一点。第二点哦，那再来是2个刚选上的市长，其实也不是很正常嘛。所以这里面如果以任期的以过去民主政治的常态来讲，都不是很对的组合。所以你觉得你自己不正常？ 我在想过啊，我一直认为这个选举是一个不正常的选举啊，所以这个国家正常国家都不应该这样啊，真的。所以如果到时候你出来选，你可能也会怪怪的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就是这样嘛，就是我这才是不是正常的国家应该有的现象。那你这个怪怪的现象，你觉得会让人民接受吗？因为你刚才有提到民主国家。没有啊，所以常常是。而且正常的国家不应该这样啊！问题是谈的不正常啊。所以你会因为怪怪的，然后选择不要出来吗？到时候再讲吧。来了，还有没有其他题目？那问一下，就是说今天早上是搭飞机来台东，但是今天跟昨天都已经开始有这个长荣罢工，你怎么看？就是说蔡总统他执政3年多，已经有3次的罢工。有3次吗？2次啊，一次是华航的，还有一次是机师的。没有啦，是这样的。现在不管华航、长荣哦，这都台湾很重要的，几乎是国家象征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当然劳资一定会有争议的哈，但是我觉得政府应该更积极的介入的，不是把没有办法当作办法。坦白讲，我当然我不知道细节的，但是就我的立场，我觉得早就应该政府要积极出面去介入，说要不打给来瞧一下，因为这一旦发生，这个不得了，这个开什么玩笑，这个不管这个长荣是台湾很重要的资产呢，这几乎就是我们，它几乎就是国家航空公司的，你知道？你这发生就有代志，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哦，不应该发生的，应该政府要很积极介入，而不是放任不管。今天凯达格兰基金会有一个新的民调，是针对施政满意度的部分，您的不满意度是47.1，那赢过了满意度，甚至满意度比较低。你对于这样的满意度，你自己有什么看法？不过这样的，一般还是要看详细的分析的。详细分析以后，我们还是看看哪个地方要改进嘛。有时候民调是这样的，如果只是没有 low data 的话，很难判读。你怎么看？有议员说你比韩国瑜还要聪明，因为现在还没有宣布参选。那韩国瑜现在到处爬灶，那你这个礼拜也1连3天都在外县市，他说你比较聪明，就不会被人家说是落跑市长。没有，这个礼拜我会觉得太多了。我跟他讲说不要拍这么多，因为老实讲，不是说，当然其实我们市政是这样的，每天早上7点半，然后工作到下午还要出门，哇，这太累了，实在是，我倒觉得这实在是我受忝了。那你下礼拜不是还要去屏东吗？没有，这个我也问过他，我说怎么会这样？因为我们台北市大概1年有2次到3次到外县市的参访了哈，这是行之有年的。一般是3、6、9嘛哈，2次到3次。后来发现那个3月的挤到6月，奇怪，我说这个也许是刚刚上任第2任上任哦，那理论上应该3月都没办了，所以又挤到6月来，所以大概今年就这2次了，所以这是行一个往后移才造成这样。那我们现在科粉俱乐部有